我知道此时此刻，我们已经等待很久，期待很久了。现在最需要的是所有歌迷朋友们，用你们最热情的大喊声和掌声，有请丹增尼玛，有请。丹增尼玛，2018年中国好声音全国总冠军，中国年度新锐榜年度音乐人奖。2015年推出首张个人专辑《火种》，2016年推出个人藏语单曲《翅膀》和第2张个人音乐专辑《藏乡情》。整个我从西呀那，怕也拉起我三木哟，怕一起紧张那个在哪哟，怕你冲出我出你在哪哟，怕整个我从西呀那，怕一当怕给用那哟，怕整个我从西呀那，怕也当怕给用那哟。从西呀那，怕个拉提瓦萨木哟，怕我给跟我从一战前沿，让谁说着我从一点茶叶，怕整个我从西呀那，怕也更怕给弄那哟。怕整个我从西呀那，怕也当怕给娘那哟。整个我从西呀那，怕也拉提瓦萨木哟，怕啥怕也年代帮那哟，怕啥怕也更人一那那哟，怕整个我从西呀那，怕也当怕给能那哟。怕整个我从西呀那，怕也当怕给娘那哟，那拉错。怕整个我从西呀那，怕个拉提瓦萨木哟。跟我这个谁那哟，让谁说着个卡那哟，怕整个我从西呀那，怕也当怕给娘那哟，怕整个我从西呀那，怕也当怕给娘那哟，那拉错，怕也当怕给娘那哟。Спасибо.